嚟到友紅酒店，從佢嘅前門睇嚟，真係有啲其貌不揚。但係進門之後就別有洞天，內裏嘅建築除咗融合潮州當地嘅傳統建築、西洋建築同埋蘇州園林特色之外，緊鄰更係饒宗頤國學大師嘅故居純園，住客仲可以隨時入內參觀。難怪友紅酒店嘅房價冠絕整個潮州古城。牌坊街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當時嘅牌坊多為木結構。明清時期，潮州城成為粵東政治中心，人才輩出，牌坊數量大增。太平路曾經有39座明清時期嘅石牌坊。清末民初，南洋風格嘅騎樓建築引入，與石牌坊共存。1951年，因為阻礙交通等原因，牌坊被悉數拆除。2006年，潮州市啟動修復工程，直至到2009年10月1日竣工，共修復古牌坊22座，後來更新增一座10上樓勝坊，形成咗23座牌坊嘅規模。位於潮州古城區嘅開元寺，建於唐開元26年，即係公元738年。當時整個唐朝達到了空前嘅繁榮昌盛。唐玄宗下令喺全國各地曾發生過重大戰役嘅地方，都要建在一座大寺，以超度犧牲嘅亡靈。寺廟均以開元命名。這就是開元寺嘅起源。開元寺有3個共同特點：一、始建於唐開元年間，歷史悠久；二、能夠保留到現在，享有當地極高嘅宗教地位；三、係以水陸法事為主。潮州開元寺就係一個典型例子。潮州於唐代開元26年，即係公元738年，敕令建造開元寺。自建寺以嚟，係歷朝祝福君主、宣講官府律令嘅地方，以殿閣寬閉壯觀、聖像莊嚴、文物眾多、香火鼎盛而聞名，為粵東地區第一古剎，享有100萬人家福地、3000世界叢林嘅美譽。潮州開元寺保留咗唐代平面佈局，並凝聚咗各個不同朝代嘅建築藝術，為昔日唐宋元明清嘅眾多文物喺文革期間遭受到破壞，只有少數得以保留至今。
城西，走到哪里都创造。潮州人啊，行万里，潮州人心系甘大义，多少辛酸，多少苦难。中国梦想是一般的海，要风江，美丽的家乡如此感慨，是最怀住的地方。廣濟橋又稱雙子橋，係潮州八景之一。始建於南宋乾道6年，即係公元1171年，歷時57年先至建成。全長約515米，分東西兩段，共18個橋躉。中間一段闊約8米，因為水流湍急，未能架橋，只能夠用小舟擺渡，就成為其特別之處。
廣濟橋與盧溝橋、洛陽橋、趙州橋並稱為中國4大古橋，建造技藝精妙非凡。距今已經有800多年嘅歷史。早上10點鐘嘅時候，廣濟橋中間嘅浮橋段會被搭建起嚟，連成一座完整嘅橋。到了傍晚5點鐘就會拆橋，開放返韓江中間嘅水道。可惜今日大風浪，中間嘅浮橋連接全日取消。廣濟橋經歷明清2個年代多次嘅修建。雍正2年，知府張志謙修建廣濟橋，並鑄生鐵牛2隻，分別放喺西橋第8等同埋東橋第12等上面。道光22年，洪水沖毀咗橋躉上嘅鐵牛，直到1958年，潮州地方政府就拆咗18隻疏船，改成為鐵橋。2003年，廣濟橋修復工程啟動，按照明代風格修復，橋嘅中央部分恢復為浮橋，並喺橋躉上建造亭台樓閣。2007年，修復工程竣工，廣濟橋再現18艘船、24洲嘅經典格局，作為旅遊觀光嘅步行橋。口含也可以，或者公式看你们个人喜欢。
許驸馬府位於潮州市雙橋區，佢係北宋英宗皇帝之女德安公主嘅驸馬許玉嘅府邸，係潮州現存最早嘅名門望族府邸。許驸馬府始建於宋英宗治平年間，其建築風格獨特，近似四馬拖車嘅格局。府邸主體建築為3進5開間，採用咗潮汕地區傳統嘅下山虎4點金建築形式，融合咗北宋嘅建築技術同埋潮汕地方嘅工藝特色。府內保存咗好多精美嘅木雕、石雕、嵌瓷等傳統工藝作品，具有較高嘅歷史同埋藝術價值。從酒店前台旁邊嘅一道門，我哋就可以進入順園。順園係由姚岳先生建於1930年。姚岳係國學大師姚宗儀嘅父親，佢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築，鍾情蘇州園林。佢就喺潮汕傳統建築基礎上，融合咗西洋建築同埋蘇州園林風格，打造咗呢處集居住、收藏、園林於一身嘅私人住宅。順園佔地約960平方米，分為主宅地、天霄樓、後花園3大部分。主宅地為4廳雙向行偏門嘅格局，大門係西洋裝飾風格嘅凹斗門樓。天霄樓係2層嘅小洋樓，為當時粵東地區最大嘅藏書樓，收藏嘅書籍達到10萬冊。門窗採用西洋進口彩色雕花玻璃。後花園就係仿蘇州園林兼獨具潮韻嘅水石亭，有8角廳、橋亭、假山、水池等景觀，佈局緊湊，景色清幽。上世紀50年代，順園被新加坡華僑黃景雲買下，改名為松廬。
2016年，雙橋區政府喺黃景雲後裔同埋姚學基金支持之下，對其進行修繕。2023年，潮州市政府圍繞順園打造咗夏東平名人故居文化綜合體項目，使其成為古城文化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位於潮州古城筆架山嘅韓文公祠，係紀念唐代文學家韓愈嘅祠廟。韓文公祠始建於北宋咸平2年，即係公元999年。原初置於金山嘅山麓。南宋淳熙16年，公元1189年，知軍州事丁允元將其遷至今日嘅筆架山。現存嘅建築主體保留咗明清兩代嘅風貌，主要嘅景點有天南碑勝藝術長廊、允元亭、天水園、侍郎閣等。元和14年，即係公元819年，韓愈因為諫迎伐骨而觸怒咗唐憲宗，欲將其處死。經宰相大臣求情，韓愈才免去死罪，卻被貶為潮州刺史。佢途中寫下一封潮州九重天，直貶潮州老八千嘅詩句，道盡貶謫嘅悲憤。52歲嘅韓愈到任後，意志並未消沉，佢下令奴婢可以憑工錢抵債而獲得自由，又修建水利，推廣北方先進嘅農耕技術，仲捐出咗自己嘅俸祿，興辦學校，聘請當時潮州8賢之一嘅趙德主持教學。佢雖然喺潮州僅任職8個月，卻因為諸多善政，深受潮州百姓嘅愛戴。佢哋將當地嘅岳溪、東山分別改名為韓江、韓山，仲修建咗韓文公祠。佢興學育才嘅舉措，讓儒家文化扎根於當地，影響深遠。
潮州饒宗頤博物館位於韓江之畔，潮州古城之中，前身係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又稱為儒院。2024年正式免費開放。呢度係一座園林式嘅博物館，園內廣植花木，巧至奇石，水榭涼亭，錯落有致，形成咗蟾牙弄影、玉榭蒙勾等二院八景，堪稱潮州園林經典之作。博物館專門展示國際著名漢學家、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嘅傳奇人生、學術與藝術嘅成就。館內有豐富嘅展品，展示咗饒宗頤先生嘅學術著作、書畫等作品。Si alzò dal pianoforte, ma quando vide la luna uscire da una nuvola, gli sembrò più dolce anche la morte. Guardò negli occhi la ragazza, quegli occhi verdi come il mare. Poi all'improvviso uscì una lacrima e lui credette di